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组来宾啊，现在要看到他们两个合体哦，真叫不简单，合体表演，对，真会表演呐。哎，两下天下拢欠个俩不掉。来，一起来欢迎百万兄弟陈昭伟、陈梦贤，有请。哇，主持人好，评审老师还有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百万兄弟的陈梦贤，我是哥哥陈昭伟。哦，你两个即摆是小琉球算讲上名的人啊，对不？嘿，会使安尼讲无唔对，嘿。啊，小琉球拢出三声。小琉球我来，梦贤介绍。小琉球有3多啦，校长多，船长多，还有一个庙很多，庙很多，校长多，嘿，阮全台湾吼，小琉球级的乡长去外口任职的有超过150位。哦，对，所以琉球人真侪这个好定文教的人才。也就是说，小琉球文风鼎盛。哎呀，所言甚是。哎呀，你弟弟提起来白啊，是不是公司啊？来，因为这是我们来宣传一下我们今年度的第37届的传艺金曲奖。那呢，我跟梦贤今年很荣幸可以受邀担任这个传艺大道的主持人。是，阿哥，我来给这位 N 导上长宪哥典礼主持人，典礼的哦，我跟江老师一起来。要主持今年第37届。对，今年的这个传艺金曲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标题哈，主题叫境界 login， 漫游37 login 就是要真的去登入的意思哈。对，我们希望更多结合跨界，然后希望更多年轻的朋友一起来参与传统艺术的美，没错。对，然后我跟哥哥呢也刚好这次荣幸这个机会，对，然后可以代表着综艺跟传统艺术搭起一个桥梁，连接在一起这样。较早细汉的时阵哈，4点多放学，我跟陈梦贤是书包偏爱哦，就赶快去追戏台了。那我跟梦贤看一看之后呢，我们2个马上回家用扫把演一次。虽然我们不是真正戏班的小孩，但是我们2个是真的是在戏边卡大汉的意思。对，所以讲这个呢也在主持这传艺大道。刚开始接到消息的时候很感动，因为两个看戏囡仔吼，伫琉球这增卡所在，一路呢靠着自己对传统艺术的兴趣吼，现在要走进这个国家殿堂为大家服务这样子哈。所以有4个主持人哦，3个是红人榜出来，这是咱红人榜之光啦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那你讲都没拍谁呢？我看你有3个。啊，咱2个拢无。你今天卖我看我调，对，跟讲啊，这个实至名归，对，好啦，时间我给大家报告一下啦。在8月22号晚上5点半是传艺大道的直播，那晚上7点呢是典礼的直播。是，那如果要看电视的朋友呢，记得锁定37台东风卫视。是的，那么网络平台也有直播，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传艺金曲奖、3立新闻网。然后呢，宝岛神很大以及公视台语台4个平台的官方的 Facebook 跟 YouTube 都有同步的直播。那你们俩今天就来说一说资讯就结束了吗？不会吧？原本是真的想说一说，但听说每个大来宾来，不管什么理由都要唱歌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咱给他们唱什么歌？所以我今天特别跟一首跟传统戏曲有关系的歌曲啊，乔佑杰的《烟台》。准备好，为着10万块的兄弟唱的《烟台》。娘兄，我观看你最近心情闷闷不乐，究竟是什么款的代志，使得你如此的心烦呢？哈，我心烦呢，就是传艺金曲奖特别接近咯。哎呦，对，今年呢，咱2个要做主持人，但是你慢慢想烦恼啊。主持这个代志是阮的老本道，咱吼用3声的功力，来使主持甲变叫啊。但是烟台怎样？我烦恼的不是迄，无你烦恼什么？我烦恼的是你的身材哪会拢散袂落来啊？什么？原来是我的身材，安尼是要如何是好啊？我建议你应该去做一支瘦瘦针。瘦瘦针啊！我问你诶，若是我无做瘦瘦针，无散落来，会有什么款的效果咧？效果就是迄个画面真无好看，而且你明年都无机会。上界重点就是我甲你的缘分就安尼切。什么？我无爱娘兄，我无爱安尼缘分就切。啊，无你就爱散落来啊！你稍等我一下，我虽然做一下瘦瘦针，咱的缘分袂使因为我无散落来就切。明年我嘛要继续做咱传艺金曲奖的主持人。娘兄，你等我，你等我。
目屎。不知我做歹，青春的心在袂当固定来。敢讲你不知，你是我的最爱，为你等待，等无你回来。故事三篇乱影台，将无辜负伊的爱。你来悲伤我不知，当作命运错安排，用情愈重，就愈多伤害。相信我定飞向天涯，飘落的泪，蓝调未来。虚华的世界，什么是真爱？故事三篇乱影台，将我辜负伊的爱。你爱变心，我不知，当作命运错安排。用情愈重，就愈多伤害。相信无定飞向天涯，飘落的泪，蓝着未来。虚华的世界，什么是真爱？第37届传家金曲奖。传艺大道，阮